所以说我打这个安定啊，上尾啊是单元。来，第一节，这个题目是气候变迁，变减少设计。气候变迁的演化与调试。以前咱这当行家讲这主题尔，这个主题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因为这气候变迁就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啊，啥来？有这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咱迄个你话讲过啊，之前也讲过啊，咱个复习者。啥物叫温室？这物件本质就是，咱有个所在较寒的所在吼，像咧寒带的国家，伊若要种一寡迄个植物，吼，因为伊做大，若有较温带啊、热带的植物吼，伊种袂满，会寒死啦。啊，所以伊会当处理，以前叫做温室。啊，这温室吼，重要的伊的处理，就用一般是用亚克力啊，用玻璃当会当，你若处理用玻璃跟啥啦吼。然后我依照阮兜迄个宾馆的露台吼，我拄3楼一个露台，我咧大楼安尼，拄3楼落去，宾馆露台，我咧伫3楼吼，所以我有一个差不多10坪的露台，10坪露台我看比较较大，看起来足赞的吼。结果阮宾馆是20几楼的阳台，迄个开始大了吼，倒落咧咧。迄暗时啊，伫客咱看电视吼，迄个露台顶悬乒乒乓乓，后尾间啊6外啦，阮厝边佫有一个铁条迄6外，就穿破那个露台的采光罩，来插。我惊死人，以后你到去家己厝的露台散步，都爱戴安全帽，无会飞了。还有一个外行的，迄个我做人啊，迄个会碰树骹走出来，讲火烧啊，我你话讲，火烧就恁兜火烧啦。我小人爬过来，我露台厝顶用烧空，然后烧一空了嘛。小人被推测就是宾馆，小芬咧在阳台小芬着。因为在家里会风霉嘛，都要阳台下温，来对一楼迄分散下来，我来去单位阮的露台宾馆。像一般，阮露台是亚克力吼，你若单来吼，你的分头若较比亚克力宾馆吼，照顾袂烧起来。像会烧起来，佫烧一空吼，比如讲你露台。宾馆这里本才有6外个，像讲报纸啦、树叶啊，你知影吼？分散个6外，伊个迄树叶啊是报纸吼，点倒去，怎烧一空？所以我落尾吼，我甲阮兜的迄个本只亚克力的吼，亚克力也好啊，亚克力会当透光啊，看起来佫有光线。我改做迄个，铁片的，铁片的你就无材料甲烧起来啊，无袂甲我讲法。但铁片有一个麻烦，你知影？迄声都大个，迄免讲搭物件啦，落食
所以你这无可以用玻璃啊，玻璃看，要看用亚克力，你爱透光，那会太阳光照去啊。哎，透光吼，咱有讲过，你像迄地球的表面，啊，你遮个物件会甲伊，伊太阳光照来是可见光嘛，但伊吸收了啊吼，也放出啥物？红外线。红外线是用热的形式演出去，但是拄着这亚克力嘛，亚克力会甲大部分一部分的红外线吼，甲留落来，当然毋是全部冻落来啦。你若全部冻来，你也有不透明，若不透明，你也进不来啦。所以伊甲一部分留落来，当然有一部分无哪会处理，但是留落来这部分就是温室效应，伊会甲吸收或者反射，这是温室效应。咱地球的大气层内底有一寡温室气体，就是有这种功能。咱这个二轨嘛，好，这个有啥物气体？这温室气体。一般讲还有6种啦，但是咱重视的就是啥？二氧化碳、甲烷，当然水汽也是温室气体啦，但是咱二氧化碳甲甲烷是因为人为互伊增加。咱看下课本你看伊甲佫有氮氧化物，足侪啦，但是较重要的就是二氧化碳、甲烷。所以你看，科学家这节表格，迄个是西元1880年，甲2020，这二氧化碳的增加趋势甲温度的增加趋势有重叠的迹象，所以咱可以让推论，这不是证据想让伊袂让这唯一的证据。来刻一点，我已经这表格出来二氧化碳的增加趋势跟温度上升趋势重合。假如我每当确定说温度上升一定是二氧化碳增加，我可以推论，我可以做这个猜测。很合理，但是你讲的，猜测跟结论是不一样。结论我很确定说，二氧化碳的增加，温度上升，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的增加。来想看卖，你想到每当讲，一定就是这个二轨变音的名。变音那里学过，你讲其他的变音，你其他的变音搞控制，唔知嘛？你其他变音没有控制的情况之下，你得让推论说，一定就是这个造成。但是你也让讲，我推论可能对它有影响，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其他变音没有控制所以你去卖伊的这个是讲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我想让你讲了因为有一派的学者认为没有关系。当然，因的说法是比较小众的，就像你知道有一派人始终认为说美国登陆月球是一个骗局，其实他们在摄影棚里面完成，他们言之所所的举了很多证据讲月球没有风，想让那些国旗给飘动很多证据他们的他们的说法科学的是安尼我们不否认任何假设，
但是你爱支持你的假设，你爱摕较多证据来说服别人，知道吧？不是说你怀疑，那他就是错的。像我给他怀疑啊，我今天要怀疑你，你怎样都无法说服我。但是你爱讲伊不对，你拿出来的不是怀疑，你拿出来的是证据。我在说他不对，你要拿证据出来。啊，咱今摆做法就是讲，咱拢把指引当做证据。啊，我怀疑你，你就是错。这在科学上得干嘛那样？咱温度，因为温室效应，咱讲咱袂当无温室效应的，咱温室效应是前摆的结果吼，咱产生什么影响？愈来愈热，愈来愈热来怎？咱个迄个寒带纬度高的生物会往赤道、温带或热带迁移，因为天气愈来愈热。啊，就你本来生在极地的，那个伊个爱换像北极熊迄种诶，爱就死啊！伊温度增加，伊咧换一堆啊，换伊南极哦，所以就活袂落啊，伊的冰层融化，好，所以极地的生物灭亡，然后呢，咱个发现更较严重的就是，一般的新闻吼，搬了较慢，但是你若昆虫吼，刷了都紧，因为做水昆虫会飞，爱搁细只，所以咧搬厝吼都简单诶，爱一直刷。啊，咱的问题是咱的昆虫做侪拢病媒虫，像迄登革热的病媒蚊。好，所以咱会发现讲，登革热的病媒蚊，因为温室效应，温正是区域性的，温正是一个地区尔，结果伊会破甲别个所在温正无的拢有，像咧规台湾。以早是南部较有名啦，即摆咧北部遐，因为你即摆就是较热的所在因为变热所以伊会为寒的所在搬过所以北部以早天气伊可能较寒，无适合这帮但是你既然变热我伫遐也活甲足舒适，我就搬去北部所以全台湾拢有登革热所以这是空气。来海平面上升这边讲沿海地层下陷那位依照应该20年前隔壁部电影叫做《水世界》，有看过？伊讲世界上拢沉到水内底迄阵的人死足侪人，村的人是安怎？村的人拢活伫船顶，拢爱坐船就底因为世界拢变一个水伊沉落海底，佫会看到迄个城市的废墟。伊就要找一个陆地的乐土，那个陆地的乐土就是即摆的环山，现在的高山被这一条水世界的小岛，被这乐土。因为规个海平面上升，所以影响咱的生态拢会免讲我讲过，咱的生态是咱人类即摆的生物你讲变热水世界对整个的地球来讲，一定演化出比如讲变态即摆海中的生物活动范围就增加所以一个变热海中的生物跟回到原始时代都害怕。海的生物、陆上的生物就变得很少了，演化上没有问题，但是演化的结果对咱这块国家效应会死一大把。各位讲，迄个水资源，第三点为水资源的改变，
大家发现讲温室效应温度增加了后，本正无雨的所在会愈大，但是本正有落雨的所在会落愈多哦。会越来越极端就对啦，走极端。落愈多当然灾害愈多，伊落做物，拢一下上落来吼，瞬间大雨。咱台湾的安尼，咱以早像讲咱东北方面的基隆、宜兰这些所在，以前是一年可能有200-300天吼都下雨，但是雨无大。但即摆吼有当时雨起来吼，足大，瞬间这水资源嘛，因为你雨大，你袂有渗到地下，来不及渗咱希望你的雨是会莫伤大，落较侪日个。你伤大吼，因为咱排水海内底吼，极端气候也会增加。比方讲变热吼，结果暴风雪增加因为你听过蝴蝶效应嘛蝴蝶效应就是讲蝴蝶拍翅膀的劳动连锁下去，可能会引发季风，台风啥物极端气候，伊是种连锁反应。你若温度升高，温度增加，伊就是伊变动的因素会增加，变动的因素会增加，所以极端的天气伊会变多。好，刷来，安尼啊，要安怎？花束哦，怀疑火星。未来有可能真正带袂落，搁要挂落，去太空站，怀疑外星但是到迄当阵就足可能至少咱有生之年是安怎？咱 KPI 就是咱若要挂落，这种增加是不可逆的。包括要绝对的环保，只有人类从地球灭亡，但是这无可能。咱只有减少这种效应，减少这种较慢的较慢的从哪？它的慢的咱科学的进步有较好的办法来预防这种状况，甚至讲，我甲讲的，咱即摆科技无法度去太空站无法度上火星，但是总有一天，真正带袂落咱的科技进步到一个所在咱家己坐飞碟，去找好的星球，来开始搬厝就只好安尼好来，咱减少有一个做有名的京都议定书，就是日本签牌。来到2015年，2015年就有通过巴黎协议，加要减碳。但是咱做做像美国也无遵守啦因为你遵守这你的工业，尤其是开发国家是足痛苦，因为伊会加足侪成本。迄碳排放会当买像迄美洲因无啥物工业，所以因的碳排放足少，所以伊会当迄个大公会当来买迄个碳排放的量，为着无违反京都议定书，家己买，所以迄伊趁着钱，大国趁着迄个，伊会当加较侪碳排，降低它成本，袂违反这个协议，所以这个协议会当交易这个碳的排放量，二来，这个策略开发这个再生能源，像讲咱火力发电，拢会造成碳排放，所以咱开发这个太阳能、风电，
所以咱做者学校处理拢去太阳能啊，大家要吹冷气，要吹冷气了，你个迄个厝顶吼，摕太阳能板，家己发电，家己发电。来看捕捉，看收倒来，莫互放出去，甲放伫咧地下，这拢想办法啦，要减少这个辐射效应。但是我讲会当减少伊增加的速度啦，咱总爱行回头路啊。所以咱一面减少，一面嘛爱调色。好，咱安怎调色？因为热天愈来愈热，我来讲，迄阵我读高中的时阵我莫讲冷气啦，阮教室连电风都无。我们教室连电风扇都没有。讲起来都歹势。阮一般是特权阶级，全校班阮一般教室有电风。原来以早入来拢能力分班，我刚好阮一般教室有电风，但是阮的电风是阮家己出钱做，毋是学校做的。但是咱小学的电所以你嘛爱好好准啊！你袂讲，我有钱我爱装，我袂当装的。但我一般有电风。所以像我若入来个电风阮来到国二、国三较装的。所以你想看嘛？热天的天气，你即摆讲教室内底，每个冷气电风就无，你感觉我会问？对，夏天的时候，你看到6月，愈来愈热啦，所以咱爱注重防晒。后来还有种子银行，因为咱咧。迄个种子人家作为调理，咱爱保留迄个种子的基因，所以伫挪威有设计了种子银行，因为啥设计挪威？挪威伊个所在较寒，伊爱甲伊冻起来，冻起来伊就袂死，你若解冻伊个化出来，所以咱保存伊个种子的基因，以后伊会当摕出来各用，所以咱大概有这几种方法啦，这几种方法，总共是话咱爱画类对啦，想办法画类。咱科学造成的孽，我们要想办法用科学去解除它，去解救它。3、4。